人前來對耶穌說：請遣散群眾，叫他們到附近的村莊田舍去投宿覓食，因為我們這裏是荒野。耶穌卻向他們說：你們給他們食物吧。他們回答說：我們只有5個餅和2條魚，除非我們親自去給這些人購買食物。原來男人已大約有5000。耶穌於是對自己的門徒說：叫眾人分組坐下，約50人一組。門徒就照樣做了，叫眾人坐下。耶穌於是拿起那5個餅和2條魚，望天祝福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在群眾前。眾人吃了，也都飽了。他們把所剩下的碎塊收集了12筐。Jesus spoke to the crowd about the kingdom。唔係好似其他上個宗徒同耶穌一齊生活，最後晚餐佢唔喺度，但係佢話耶穌傳俾佢哋呢個道理，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教育裏邊非常寶貴嘅，係耶穌留俾我哋嘅最大嘅禮物。所以保羅都話大家要相信呢個奧蹟，耶穌喺臨死之前，佢受苦之前，將佢嘅身體聖血留咗俾我哋做食嘅。係一個祭獻，係耶穌提前將佢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奉獻俾天主，後來將呢個祭品分俾宗徒食嘅。可能呢件事咧係好多宗教裏面都有，好多宗教都會覺得需要祭獻佢哋嘅神啦。祭獻之後咧就分享祭品咧，好似因此咧同呢個神咧有一個密切嘅關係。祭獻真係有效嘅，有無限嘅價值，世世代代從耶穌嗰晚開始，而家一路世世代代喺世界每一個角落頭有呢個奇妙嘅奇蹟，即係將耶穌嘅聖體可以奉獻俾天主。The Eucharistic sacrifice is not only very special because 請起立 ，Please stand for the creed。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得救，從天降下。他人成神，又同聖瑪利亞最有個女，而成為人。Lord Jesus, you nourish the world with your body and blood. May you grant healing to those who are suffered and are wounded by hatred, disputes, and selfish desires. For this we pray. Lord, hear our prayer. 請為普世教會祈禱。For the Church, Lord Jesus, you nurture the Church with your body and blood through your real presence in the Eucharist. May you transform the faithful into living rocks of Christ's mystical body for building in united efforts your kingdom here on earth. For this we pray. Lord, hear our prayer. 請為傷殘人士同埋喺天災人禍之中嘅受害者祈禱。For the disabled and disaster victims, Lord Jesus, you are the Lord of life and healer of humankind. May you guide the disabled and disaster victims through their misery and hardship.
and heal their injuries in body, mind, and spirit. For this we pray. Lord, hear our prayers. For the promotion of Eucharistic adoration, 請為推動朝拜明供聖體祈禱。主耶穌，你親臨聖體內，與人同在，求賜更多人認識你的大愛與大能，並願意委身朝拜明供聖體，為賠補你所受的褻瀆與萬代，也為世人代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嘅祈禱。阿們。願主與你們同在，請舉心向上。我們全心歸向上主。稱頌感謝主，我們的天主。這是你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着主耶穌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基督在被交付的晚上，與他的門徒共進晚餐時，以無天羔羊的身份，把自己奉獻給你，作為你所預立的完美讚頌之祭。基督有把這祭留給我們，作為他受難的紀念，為是他十字架的救恩永存後世。主，你以這令人欽敬的奧蹟，養育聖化順眾，使居住在同一世界的人類都有同一啲信仰得到光照，在同一啲愛德中共融團結。因此，我們前來參與這奇妙的聖事，在這筵席中把向你恩寵的甘願，好似我們日益超似天上的亞當，我們的主基督。為此天地萬物朝拜你，向你高唱新歌，我們也隨同所有天使歌頌你，不停地歡呼。我
餐後，他就將拿起杯，又感謝了地，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與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神大的恩未曾接受天主教洗禮嘅朋友，
請安坐位中。Following instructions of the ushers. Please note that Holy Communion is meant for the baptized faithful only. So may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baptized, please stay in your seats. 我哋一起詠唱小冊子第9頁聖神歌 Spirit Song。Please be seated. 同多位神長執事喺百忙之中仍然抽空嚟協助今日嘅禮儀。我哋亦都好多謝嘉諾撒聖心書院嘅校長同員工，多謝校長 Sister Veronica 借出場地、彌撒用品以及各項嘅設施，亦都要多謝鄰近嘅路德聖母堂嘅聖伯爾納德歌詠團，以及印喺小冊子14頁所有協助單位、團體同埋義工。時間有限，不能一一盡錄。為表達我哋衷心嘅謝意，我哋會為所有嘅義工獻3台彌撒。我哋會立即再一次公營聖體，並